我冇一個好大嘅 ego。我自己演戲方面，每一次我都好信任整個團隊，好願意去將我自己去變唔同嘅形狀、唔同嘅人，初圓咁變，好似一個 Play-Doh 咁，係咁，所以呢個都係我覺得做演員需要嘅嘢嚟嘅，因為有時自己個諗法太大，大過於創作者嘅諗法，就會改變咗佢原有嘅原意咯。我自己都唔係科班出身，我冇讀過演戲嘅，咁所以我就永遠每一次去有機會去演嘅時候，我都當自己係一張白紙，再去跟身邊嘅團隊、身邊嘅人、對手啊、演員啊，去學，不停問好多問題。我第一次演戲嘅時候，我就係去問究竟我要點樣準備一個角色，咁身邊就自然會有一啲好深嘅人，可能佢好有經驗，佢會俾好多唔同嘅意見你。咁當然唔係每一個都係你適合用嘅，但係當你仲係摸索階段嘅時候，你唔使驚，就乜嘢都去試咗先。